过年要到这台中的天津年货大街已经开幕，不过所有民众讲去买到过期已经买1年的糖仔饼，这介绍嘛是拢凊彩咧花，实安厝是派人去稽查，当场就查到超过5公斤的糖仔过期，随开罚单。 人济客来客去真歹行，台中规模上大的天津年货大街展现高人气。也毋过，才拄啊开始一日，就传出有摊商卖过期的糖仔。这粒澎湖糖有效期限到2024年的2月，过期买1年。也有这个苦草糖，这个月2日就到期啊，卖着民众不满破旧网，一直讲离谱。就是当下，就是我把它拿起来吃了，然后就是认真看，发现上面写的2024年。 才就认真找，才发现总共有4颗是过期的。民众也指控摊商本来经几样糖仔，少少一袋称重230，头家随手加几粒糖仔，就讲算250，乌白加关介绍，甚至比一般店家较贵。可能就回来再问一下店家这样，对，跟他argue一下。对。 实际去民众指控的单位，当下表示100公克59块，生理袂歹，业者也回失咧，表示卖的糖仔种类900种，只是疏忽将过期品藏起哩，消费者会当摕来退回补偿。相关主委也当场要求将问题商品摕落来。 甲这样来看，歹势！你唔是歹势，你爱收起来。等下卫生局要来检查，你若检查到会罚款吼。依据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》规定，食品业者不得贩售逾期食品。 本案食安处已入案前往稽查，若查获业者贩售逾期食品的情事，将依法裁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锾。台中市食安处表示，已经派员稽查当场查获过期糖仔5点多公斤，除了全部查扣，后手会以食安法规罚6万至2亿罚款。对商品介绍相关，相关主委讲糖仔来源无同，介绍落差大，建议消费者详细看商品标价，会当由市场机制来决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